澳洲東南部嘅山火仍然未救熄，死亡人數升到最少76人。警方表示，部分地方有人縱火。交俾陳雅珊講下。呢一場山火係澳洲20幾年嚟最嚴重㗎。前一日嘅死亡人數係14人，一日之間死亡人數增加咗幾十人。由黃永琪報導。喺維多利亞州，山火仍然未受控制，幾萬個消防員繼續努力撲救。山火燒毀超過3萬公頃林木，相當於45000個足球場咁大，超過600間房屋被焚毀，萬幾個家庭冇電力供應。警方話喺墨爾本北部有唔少人試圖坐車逃離火場，但係唔成功，結果被困車內燒死。當地氣溫由星期六嘅攝氏47度降到25度，但係氣溫急降令風向轉變，反而令山火向唔同方向蔓延，阻礙消防員灌救。亞洲電視記者黃永琪報道。